風台外圍環流要繼續來影響台灣，上北甲基隆尚無受421件災情，多數是空放落來樹仔倒去，要這貨櫃倒去的情形。也若是新北的山區受土石放落來，居然有民眾違規闖入海沙堡。路面攏是土石擋掉咧，袂得過。新竹警方接報，大陸林道本線6.8公里的所在有石頭落落來，在風台經過台灣北方海邊的時陣，各地一直出現災情。這個人講的迄櫃場原本迄櫃攏貼甲好好，結果大風一個吹，櫃攏落落來。另外，櫃人市區路邊的樹仔，予風連滾攏漫起來，橫倒佇路中。這雨災未堪的大風，一個掃櫃斷去，水塔也倒落來，跌到下骹的車。新北市路上這個事故有5台機車甲腳踏車底歹去，甲儕無人受傷。就沒有死，我們從另一間店就是帶水過來洗過來漂的。新北災情也袂少，大風大雨，東北角的皮頭漁港流入了真儕糞掃加水漏茶，更加予海水一直拍上花。海水甲路上的這種愛清啊，用挖土機啊，用下巴來到用啊，無人工無法去。鏡頭中央台北遙店面的看板落落來，警消白旗旗改機開拆掉。市長蔣萬安下晡到來視察這個山壁整治，現場才是6個，因為落大雨發生土石崩落情形。因為上面的樹會擾動，所以我希望上面的樹可以再調整一下，修剪一下。風台外圍環流為北部帶來強風大雨，敢若是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災情統計至少有421件。鹽埕第2南部確實人無愛插禁令走入去這個神秘的山坡。現在違反了災害防治法，我們出去再做記錄，這邊比較危險。打算要去海邊招待的5位民眾，和海巡人員可能離開，也依法開這個通知書交由官府來裁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